这个有一些状况，我们有一些没有勾到，那等一下小组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来看我们小组的我们分享，我们是不是有灵修手札？我们的灵修是跟着我们的这个研经释义是一起的，所以如果你等一下你的灵修里面有，就请你跟你的小组长来打勾啊。还有你有马上行动的啊，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些组我们都有一起来分享马上行动的，我们也来在这边我们也来小组长也来打勾。还有我们要来看我们的金句哦啊，我们金句我们的小组里面也来看有没有一起来做的，我们也在这里面来打勾。好，再来有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我们的研经，我们的101，我们知道如何我们一个脉络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来做我们的复习。好，我们来看到我们101是希望是一个旅程，我们在2年之内，我们希望能够完成这个我们的生命被神来建造然后我们第一季会开始会认识这个基本我们的信仰我们首先是福音有5要，我们需要能够知道认识这位赐予美好的神。那我们明白我们神这么美好，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得着这个美好我们远离这个美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知道说我们如何使人我们再次可以得着这个美好。好，那我们简单来复习一下，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旅程，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先被神来培育，然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参与侍奉，然后宣扬福音，我们可以来跟人来建立关系。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再次的循环。我们刚刚有讲佳音，我们怎么样陪伴别人？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培育。好，所以我传道一直讲培训，我们绝对不是课程，我们是一个旅程。希望能够有人陪伴你，我们一起得着这个造就，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全新，每一次都被刷新就像那个钻石一样，我们本来只是一个砣石一般的石头而已，因着神来每次来磨塑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新的人在这个旅程当中，当然过程会比这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第一课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先看看到底有没有神，好，到底举头3尺有没有神明呢？然后我们从哪里可以发现这个上帝的踪迹在哪里呢？结果呢，我们就透过几个来学习我们当然神是灵吗？那灵它没有看不见，那你怎么说它在哪里呢？我们只能感受得到，甚至我们只能享受。讲不出神在哪里，因为它就是灵。那既然讲不出神在哪里，那我们就要从哪里？从他所创造的比我们更大的就是这个宇宙。好，我们从宇宙来看，因为这个宇宙最小就是我们脚能踩得到的。那么有人就提出不同的这个解答，说，宇宙根本只是一个虚幻嘛，那宇宙的话，还有人说，不要讲那么多，宇宙反正它早就存在了啦，不然有人讲说它就是蹦蹦蹦，这个原子吧，这个就蹦出来的啦。当然也有人讲宇宙是一定有一位比人更大的造出来，所以这个宇宙一定是被造。如果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或者是你从来没想过，我们可不可以具体一点？传道，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有，我们就透过电脑。如果在你面前有个电脑，你想这电脑是怎么来的？你不会说它是虚幻吧？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它可以让你来怎样跟远方的人来联系。这个不用管那么多，反正电脑一直就存在了啦。真的吗？为什么以前人没有电脑？可见这个答案里面应该是哪一个最能够被你接受？它绝对也不是偶然蹦蹦蹦跑出来的，而是它应该是被造。我们是用这样同理可证的方式。当然，如果你想要研究更深一点，我们欢迎你跟传道一起或者是小组长，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就在想，我们要来这个，所以我们有2个脉络，我们就从电脑里面去认识这个造它的人，或者是从电脑里面，我们来想我们人的有限在哪里。你看，连电脑我们都要在法文中，你要用 he 或 she， 要阴性或阳性，你来代表它。每个男生组跟女生组描述的都不一样了，记得吗？男生组看的电脑跟女生组看的电脑描述出来的就不一样，可见人是有限的。我们从有限当中要去描述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整的，那么可见这个宇宙跟这位神，我们可以了解是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就是说这位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是看得见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子去认识这件看不见？它是本身就是什么？它是灵。我们只能透过我们看得见的去体会。所以我们意图希望透过这些4个宇宙，所以传道会这个慢慢透过大自然，我们来认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全面透过这个我们大家常常用的电脑，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刚刚才讲到做礼拜，我们透过这些，我们试图的要去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因为他本身就是灵。我想更重视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神来相遇。所以我们真的很有限，但是我想神不会看清我们的有限，只要我们有心，神会让我们经历到他是全能的。神不是用说的而已，当然他也透过2本书，传道常常讲，每天要读第1本圣经要读，第2本在大自然所启示的这本大自然的书，我们也要来读，我们就可以认识上帝是爱，他是真理的上帝，他是公义和平，这些你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已经讲了，神是爱我们，我们被造是因为神爱我们。陆陆续续在这2年当中，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神怎么样掌管这个历史这个世界。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能做不圣洁的事。那不圣洁是神是忌邪，神就不会跟那个不圣洁的人在一起。所以神，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一位上帝呢？透过我们呢是有限的人，怎么样来认识他呢？我们只能说，我们从生活中来经历他，从圣经跟大自然中求神来启示我们，来让我们更多认识他，我们就能够有信心。好，那我们也讲到，我们透过影片大自然就是熊的，我们透过电脑，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的，一定有人造我们。好，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美好，为什么神既然做的美好，为什么没办法持续？实在是因为人的自私自利，对不对？好，我们就有了罪性，然后呢，我们的人生就很多变调，就像音乐走调，这个叫做罪。好，人变调，没有合那个标准就是罪。我们的现况就是这样，我们因为自私自利，我们怎样走了调，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上帝这个美好。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讲，我们要如何，要知道如何我们使人可以再次的得着这个美好呢？好，这个圣经里面说，上帝爱世人，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拯救世人。耶稣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成为承担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更和好。亲爱大家，我相信有很多人听不懂。好，刚才说要上101，有人说不要再上，我都听不懂啊。听不懂是正常，听得懂的也很正常，因为你年纪到了，你经验到了。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真的听不懂，没关系，传道就是尝试着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我们来去领受、去经验到它。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持续要来看。好，我们呢人因为什么样子的罪性，你们知道吗？病毒原来创造他那个人心意要让他好的，对不对？但他为什么会中毒？因为放在那里就被传染吗？因为你下载任何东西吗？那这个电脑会中毒，会有病毒是什么原因？有人去写它嘛？他觉得怎样？我很行嘛，想要去破坏它嘛。更恶劣的是怎样？原来可能有人在做防毒软体的，他就先写一个毒进去嘛。那你们都来跟我买什么防毒软体嘛？这很多，这已经不是消息的，所以请不用来告我了哈。这大家都知道，所以这就是因为人的什么才会这样？人的自私自利嘛。所以电脑就是这样子。好，那人的怎么样自私自利？我们来看一个影片来。我们先把这个自私自利字义，怎么样人自私自利，所以我们才会变得原来上帝心意是美好的，原来电脑上创造它的人是要好用的，结果后来变得不好用，就是因为人怎么原因。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就知道，人看到人的什么？自私、自利、自义，自以为是，自以为这样子是对的。这个人以为抓熊
把他皮拿掉卖是对的事情。他以为上帝给他是可以管理这世界，所以他可以随便怎么做，他可以宰制动物，也可以宰制人。错，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因着人是这样，所以我们有了罪性，让那个美好变得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真的需要拯救啊，因为我们都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拯救。那谁可以救我们？我们需要外来的力量才可以来救我们。那我们自己真的没办法自己救自己。持续在看这个旅程当中，我们透过影片，或者是我们透过你看人再怎么厉害，他呢因为自私，他为那个狗，他心里都流泪。上个礼拜为了马，记得吗？可是他没有想过，这个熊也是上帝所创造的耶，也是上帝所交给他管理这世界的。可是人因为自私自利、自以为这样子是对的，所以在我们基督教里，我们指出人是罪人，这真的是一个实况，就现况是这样。我们需要去找一条得救的路，需要有盼望的拯救，而这唯一的拯救需要靠比我们更大的这一位。简单讲，我们需要比我们更大，而且是爱我们、慈爱的，是信实、有权能。他只有慈爱还不够，他必须有能力拯救我们的。你需要被拯救吗？你需要恢复那个美好吗？真的只有一位神。我们持续，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命中，真的只有一位比你更大，而这一位，他不是人，因为人要帮助人真的有限。我们看到那个影片当中，他们两个猎人，他们想要彼此帮助，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而彼此帮助？也是自私自利自义啊！你想，如果人当中，你的利益跟我的利益相抵触的时候，马上就不是彼此帮助，除非在上帝的这个手中，在团体当中。那谁才能够来救我们呢？我们真的需要拯救，我们需要有一个外来的，比我们更大的那一位，是信实的，而且他有能力，而且他是爱我们的来拯救。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人是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先说，如果你不懂没有关系，我们持续就会懂。好，在约翰福音的1章1节，他这边说，太初就存在有道。这个道其实就可以写一个博士论文了。除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他真的他的话大有能力，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上帝说有就有。还有他本身道成肉身，也就是说，神他自己成为人，他才能够帮助人，他才能够告诉人好消息。就像举一个例子，你看到蚂蚁在那边爬，你很想救它，你怎么告诉他？你开再大声的麦克风，不要从那边，有用吗？你要怎么样子你才能救它？变成什么？变成蚂蚁吧，是不是？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这样。神要救我们，因为他本来就爱我们，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是为了什么而被生的？神要让我们享受在上帝的爱中。但是我们人因为自私自利自义所谓的罪，我们让上帝原来创造那美好，让我们怎样失去那个美好？我们原来是美好的乐器，变了调，走了音。罪的意思就是不合标准，走了音，变了调。那我们都得罪了神，已经不合这个标准。我们原来是跟神是要被丢弃，被远远丢弃的。可是因为上帝爱这世上的人，他让他自己的儿子降世在那个马槽里，从头生的，不是啪，超人就在那里，不是，他是让怎样？耶稣慢慢跟我们曾经长大，曾经被欺负，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就是到最后要完成一个使命，就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该死的，是上帝替我们死。
你会说传道你讲啥？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他要替我们死？为什么我也不用死啊？为什么？是什么道理？那个道理就是，我们从古有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所谓的祭天，我们要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要拿一个来替代我们。所以从有古不管哪一个民族都一样，当你做错事情，你需要去赔偿的时候，你就要抓一个没有瑕疵、生物有血的，你要压着他的头，说怎样？他替我死，本来我该死的，他替我死，然后我才可以得脱救。刚才影片当中有没有一个动物，他自己站出来，他要替那个小熊死？有没有？有吗？他自己挡在那个路口，挡在那个洞口，他自己怎样声东击西，然后他就在那边希望能够救到这个熊，是不是？好，那就是这样，他替代他。主耶稣也是，本来我们是该死的，但是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最主要是他没有罪，他是没有罪的，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用再为了罪的缘故被捆绑，我们可以重新成为新造的人，好吗？好，所以我们今天马上行动，我们就发现你有没有自己需要上帝的，而我们可以重新再得到这个美好跟能力的。你需不需要被拯救？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拯救的途径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再恢复那个美好，那是可以怎么样来恢复呢？好，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进行。如果你不是很清楚，那欢迎你随时找传道。传道一定是在某一个楼层。我今天计划会在国中区，会在6楼合适。如果你有需要，或者是结束之后，你可以来问传道。好，我们来背我们今天的金句。来，请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金句，第几页？第23页。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金句。好，打开23页，就是刚刚传道讲的哈。来，神爱世人啊！来，预备好了吗？好，预备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有吗？没有的，来，可以一起来。你们没有，来一起来看。好，来，不然你翻开了，来，那个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好，请有吗？那边有，可以拿一本。好，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接下来，因为怎样？请，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好，我们因为神可以得救，是因为神降下他的独生子替我们死啊，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那跟神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讲，可以重新再来哈。愿我们领受这个，我们的生活可以重新再来得到那个美好。好，我们今天来分组啊哈，我们记得